这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15号，公元2018年7月27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完全反对喇嘛政治；藏斯嘎佛教协会和伊斯兰协会共同向尊者呈递一份承诺信；达赖喇嘛尊者参访藏斯嘎穆斯林公立学校；驻北美代表等参加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首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中国当局下令禁止藏族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中国发布的西藏生态白皮书，太多的谎言和矛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达克藏斯嘎地区，向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讲时表示，佛教界喇嘛卷入政治，导致藏传佛教的清誉受损。7月23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藏斯嘎会见当地民众时表示，作为人类大家庭成员，我们都在寻求幸福，避免痛苦。作为佛教修行者和菩萨学说的实践者，我们努力通过以同情与慈悲的力量来帮助所有众生。世界上有70亿人类，大家都希望得到永久的幸福。可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真正的幸福并不等于通过感官愉悦的诱惑，因为这只是短暂的幸福。人类必须利用智力避免痛苦，并实现没有感官诱惑的真正幸福。尊者还谴责了以宗教名义实施暴力行为。尊者表示，我知道所有宗教都是在倡导爱、同情、宽容与和平，因此互相斗争是不明智的，是愚蠢、不合逻辑的行为。在谈到喇嘛政权时，尊者感到惋惜地表示，这样的体制缺点远大于优点，它会导致藏传佛教的清誉受损。当今喇嘛政治在拉达克显得突出，我完全反对喇嘛政治。尊者还劝告拉达克民众在这方面需要警惕。디 템벌 팽게 말이야. 템벌 누구지? 죄송아. 진짜 인도자네. 디상로 저주래. 매장 톤도래. 로띠도 챤네. 아니 라마 politics 용되기도 봐. 켜는 먹었다 주제. 왔다 라마 politics 이제 뭐고 탈신 거예요.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藏斯嘎地区，受到当地各族民众的热烈欢迎。藏斯嘎佛教协会和伊斯兰协会共同向尊者呈递了一份承诺信，将终止该地区佛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并努力促进宗教间的和谐。7月21日，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达克藏斯嘎地区，并受到了该地区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地佛教协会和伊斯兰协会共同向尊者呈递了一份承诺信，保证将终止藏斯嘎地区佛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努力促进各宗教间的和谐发展。尊者高度赞扬了这两个不同宗教协会做出的努力，并接受了当地民众供奉的长寿仪轨。尊者向民众发表演讲时表示，世间诸有情都需要和平共处，这非常重要。当然，人类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和谐显得更重要。不同信仰的追随者必须遵守并实践自己上师的教育。尊者还表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赞扬印度不同宗教传统间的和谐共存，并称之为世界宗教和谐的典范。达赖喇嘛尊者在访问藏斯嘎最后一年的行程中，参访了该地区穆斯林公立学校，并发表了演讲。7月25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藏斯嘎的最后行程中参访了当地穆斯林公立学校。尊者莅临该校时，受到了师生及民众的隆重迎接，并向尊者禀告了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之间的和睦共处的状况。尊者在谈到心理与情感卫生问题时，尊者表示，当今世界的教育体制都被物质发展所掩盖，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所以我们需要共同关注和加强心理和情感卫生。尊者还表示，印度的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了人类智慧来解决情绪问题，因此我认为古印度的知识可以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还原它，当然恢复这一传统不是通过祈祷，
而是通过教育。所以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要注入古印度传统文化。尊者还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希望本世纪要充分利用有关古印度文化中丰富的哲学知识来寻求解决人类负面情绪。This ancient Indian tradition, there are lots of information about mind, about emotion, and how to tackle. So therefore, in this country, before Buddha come, already the tradition of single-pointed meditation and analytical meditation, these are the method how to tackle our emotion. 美国国务院举行了首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400多名宗教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的负责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欧洲次人等参加了该会议。7月24日，为促进世界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举行了首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400多名各宗教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欧洲次人、驻北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德莫仁波切等有关人员参加了该会议。促进世界宗教自由会正式开始前，引放了达赖喇嘛尊者对促进宗教自由与和谐等方面的视频进行了讲话，请收看尊者在视频中表示的一小段。I'm quite sure you're sort of getting there. I think certainly it can make some contribution regarding religious harmony and use religious, certain concepts come from different religious traditions. So, you say how to use more effectively. I usually call secular way. Here I must make clear, according to Indian understanding, secular means respect all religion and also non-believer. I think that's very realistic. As I mentioned earlier, over 1 billion non-believer. These also human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also want peace of mind. They need peace of mind. So, therefore, I think secular way to serve humanity, I feel, more as a realistic way. So, thank you. 中共西藏自治区当局下令禁止藏人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并规定藏人学生及家长必须签署一份协约。7月25日，据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西藏自治区所有未成年藏族学生在暑假期间禁止参加任何宗教活动。7月10日，中共四川省政府从石梁县最大的格鲁派寺院色须寺强行驱逐了200多名15岁以下的僧人，并下令这些出家人在当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严重剥夺了藏人宗教信仰自由权。最近，中共当局又在西藏自治区下令藏族学生在暑假期间禁止参加宗教活动，并让学生及家长签署一份协议，确保遵守此指令。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达古苏拉鲁布先生表示，中国当局的这种指令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与儿童权利公约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基本原则，而且中共当局本身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近日，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学会环保研究员藏拉丹巴江曾撰写了一篇反驳有关中国政府最近发布的白皮书《青藏高原生态进步》。作者引用了3个方面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发布的西藏生态白皮书中的谎言和矛盾。作者在文章中详细描述到了中国官员缺乏环境知识、缺乏对环境的尊重，以及缺乏对环境保护的诚意，导致各种矛盾和对抗。因此，西藏各地政府的众多发展项目最终往往成为破坏当地环境、破坏民生的主因。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谢谢。